继续来看国民团体所发动的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，今仔43000份第二阶段联署书是正式送到基隆市的选委会，有超过所规定的30792份。这国民团体是表示因真有信心，一届就要甲拼好过。中选会嘛表示会依法办理，没有差别待遇。几项新闻联署书搬路车送去基隆市选委会审查，国民团体发起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，初五送出第二阶段联署书43000份，因为法庭勘站是30792份。国民团体表示，这摆写联署书的人字伤过潦草，拢会请因定写，有信心这摆会通过。要被淘汰到需要补件的件数，其实是要一次淘汰掉14000件的。那对于这个件数，我们是完全不担心，我们相信可以一次就通过。虽然罢免是人民的权利，但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程序松散的罢免联署，是否会继续专注施政？李彦荣表示，就算爱补件7月初1到初5拢要联署书送过来，免烦恼，也希望查对愈紧处理愈好。照规定，市选委会收件了后，应该伫40天内查对联署人名册。不过，基隆市选委会证实，中选会法公文要求提前伫30天内完成审查，一定下礼拜开会讨论应对方案。不过，希望照规定办理。中央选举委员会是主管机关，也有来做相关的指导以及相关的协助的动作，来依法严谨的来进行罢免的相关程序。中选会回应的依法办理，没有差别待遇。佮鼓励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立委陈柏惟甲林昌佐罢免案，拢是伫30天内完成查对。那罢免谢国良先限，就算爆发爱同意票比无同意票较济，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/4以上就通过。市选会推估看站78000票左右，开始数字，但中选会公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